再来看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郊区，昨天然气的供线爆炸，引起大规模的火灾哦。8点钟火才拍花，包括3个囡仔在内，计共是有145个人受伤哦。当地卫生官员嘛表示讲，受伤的民众状况正稳定，有的嘛已经出院了。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大约500公尺的供线封烧掉，是虾米原因造成外漏？当局嘛正在调查。 天然气供线爆炸引起大火，乌烟呛甲天边。有媒体报道，火势有20层楼啊悬，几公里外拢看得到。爆炸威力真大，各地住地区真近，居民拢感受起步的震动。迄时阵庆祝穆斯林开斋节的民众赶紧逃离家园，火势无法度收煞。当局下令疏散，消防员出动救出受困居民，有人被受伤，有人用要无法度喘气。We don't really think that there's something serious until we saw the fire. And the fire is really raging high. 我一直听到有东西掉，那种有玻璃、有石头，窗口的玻璃全部都破掉。 前早起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伫浦种一条天然气管线泄漏造成灾害，差不多500公尺管线被烧掉。国家石油公司虽然将烧的管线改关起来，不过管线内底依然有残留天然气，火势是正大。烧差不多8点钟了后，才全部拍花。当局初步评估财损，190栋的厝、148台车加11台机车，有无共款程度受害去，也宣布会赔偿受灾户。另外，几个事故发生的原因。 已经展开调查。公司新闻，恩惠宁报道。